如果因为香港个查着吧，接入这查着吧，给着接近点。你是谁？米了汤鸡类型的。哦，这。可个大的给着见个路你们不接的，接的。对啦，拉准多。等你如果今年点嘛才吧，等你年度比当就什么，到时接了接着。抓这个是拉当不是嘞？我呀，这什么我给着见不也就。但我们听到的时候，对俺都听到了7、8、9、3、4了，听到他种谁记得？听到了，俺的成都的几十三那个他记得嘞？对，给着见不着。是。那个的个个也能做，别的啥个路呢？别的啥个东西玩意，这个路呢，其他这种的你要不要啥的？主要啥的，有给单个你听到了，查开做些的，地里个啥的嘞？这不是不做上去搞你。现在个你去多少斤重啊？几斤呢？个个也那么小。是。等会你把它其他的是。谢谢黄继武先生。